兄姐妹平安，周间信息题目：得神的生命。圣经哥林多后书4章8到10节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保罗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不但不失望，反而靠主常常喜乐。他遭逼迫，仍然爱神爱人，继续为主做见证。他被交于死地，被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，反而经历主复活的大能。保罗得胜的秘诀是什么？他深知他的生命只有一件事：寻求耶稣的面，得着神荣耀的光。神的荣光在他里面是宝贝，发出莫大的能力，使他能得胜。保罗寻求耶稣的面，得着耶稣自己，得着耶稣荣耀的同在，荣耀的生命就得着他所需要的一切。不管我们过去有多少得胜的经验，每一天我们仍然需要谦卑地寻求主的面，重新被神荣耀的光照并充满，免得心生骄傲而滑跌了。旧约时代的扫罗刚被立为王时，还说自己不过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，只不过几年的光景，他就变大了，不遵守神的命令与吩咐。先知撒母耳责备扫罗王不顺从，扫罗不但不接受责备，反而为自己辩护，说他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。当人不再完全顺服神，满有自己的意见看法时，就是失败的开始。当人将上帝给予的胜利当成是自己的功劳，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曲解了上帝的命令时，就开始走向失败了。真正的成功是每一天被神的荣光充满并占有，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，身上有主的同在，从早到晚顺服神。这就是成功的人生，得胜的人生。哥罗西书3章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愿意遵守你的话，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好叫我们一生能为荣耀主的名而活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